大家好，我係 Rose。哇！阿馬斯克同阿特朗普鬧交啊，我真係有啲嚇親咯。雖然我唔係美國選民啦，嗰個美國大選啊，最支持就係特朗普，然後馬斯克咧就係我嘅美國偶像，但係特朗普咧都係我最覺得中意嘅人。估唔到佢哋兩個鬧交啊，仲要鬧咗3-4日咯。呢個世界真係有少少荒謬啊！佢咁樣兩個咁大嘅人物鬧交，真係覺得啊，呢啲真係咩啊？塑膠姊妹花情啊！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，我睇到呢個新聞咧，真係笑得七彩咯！當初阿特朗普上台，一直就係祈求佢上台，跟住咧希望嗰啲咧股價市場啊，全部會猛咁升啊，又話支持虛擬貨幣啊，唯一一個支持虛擬貨幣嘅總統啊！哇！點知一上台啊，依家起碼半年都嚟啦，個市場都係完全唔敢望嗰啲股票啊，同埋幣圈嗰啲價格咯。亦都有話上台咧，有嗰個潑斯坦案啊！我極好奇嗰啲咧，嗰個名單有啲咩人咯？但係點知咧，佢上台依家半年啊，一直都睇唔到啊！嗰陣時仲睇到個馬斯克嗰個新聞咧，話原來特朗普唔公開就係因為有佢份啊嘛。特朗普上台之後咧，有嗰啲移民政策啊，跟住又關稅戰啊，真係創造世界好多新聞咯。如果吃瓜觀眾嘅話，真係覺得日日睇新聞都係笑料啊！依家咧睇到佢暫時嘅局勢咧，真係覺得阿馬斯克阿老馬真係好似感覺係賠了夫人又折兵啊！政治場上真係冇友情啊，出錢出力。出信任，完全咁樣支持阿特朗普，阿普真係話拋棄就拋棄。最新嗰個大移民法案啊，令到阿馬斯克本來叱咤風雲嘅，跟住全部咧嘅所有利益啊，都因為呢個法案咧，全部變得沒有啦。總之就係一路吃瓜，真係笑死，係嗰種賤賤嘅笑啊！之後再傾，baby。